带去读唐诗。黄河中书写人假期，左调大明宫。作者严参，鸡鸣起灭曙光寒，应战红酒春色难。金阙嚣张开万户，玉阶山中涌千关。花径剑背生错落，六曲升旗罗眉间。独有煌煌笔上刻，咏春一曲何解难。简介：这首早调大明宫呢，是唐朝启德2年，西元757年明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，收复两京，并且动肃宗会调，搁在重定大明宫早调升殿的威仪。中书写人假期，作诗来强和，王维、杜甫、严参作诗来唱和。三首的唱和诗呢，各有特色，各有千秋。但是呢，只甲咱严参用韵非常的奇险，伊用顶定声14行韵。这个韵卡呢，历年来姜维是真少人用到，因为这个韵卡遣词造句比较无适合姜维赞赏的词类，只要说法无谨慎呢，就冒读幻想才来杀身之祸。可是严参呢，伊照把的时险而例，随例而奇，将奇险化成奇例，搁来成为千古的绝唱。起句就来回应假期的头一联，将早调途中所看到、所听到的假名报晓、曙光乍现、暮春三月、流莺不转，毋那敢若呼应，更有视觉甲听觉的感受。暗联呢，就是嘹亮的景勇景象，一瞬一时的宫门大开，肃爽定定，文武百官按部就班来调教，山河万岁，气象万千。金阙玉阶对中完美，而且冠冕堂皇。竟然呢，以殿前的百花锦簇，甲调家官员身躯顶背剑的玉带高飞上迎，场面浩大。进一步呢，将早调的时间由清清嘟嘟落来，露水也未大点出，搁再回应假期的玉笛波二路香。尾联呢，搁再登倒来诗题赞赏假期的诗作呢，亲像咏春白雪。想要来唱和呢，都定定的艰难。和唱诗呢，通常有和意，甲和韵的区分。这首呢，堪称是和意诗内面娇羞的佳作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